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哋今日嘅旅程。今日我哋會一齊去到日本關西最有代表性嘅城市之一奈良。好多遊客嚟奈良都係為咗睇鹿、影鹿，但今次我嘅旅程唔只係普通觀光，而係一場好似穿越現實同神話之間嘅奇幻冒險。而家我企喺奈良公園入口，背後就係著名石碑地標，代表正式進入奈良公園。一踏入呢度，你會即刻 feel 到氣氛完全唔同，空氣變得好靜、好舒服、好古老。最特別嘅係呢度有超過1000隻神聖梅花鹿自由生活，佢哋唔係困住嘅動物，而係可以周圍走。喺日本傳說入面，呢啲鹿係神明使者。據講，古時神明騎住白鹿嚟到奈良，所以啲鹿被視為神聖存在，所以佢哋可以自由行走喺公園、馬路，甚至寺廟附近，而人類就要同佢哋和平相處。我行入公園冇耐，就見到第一批鹿，佢哋好悠閒咁喺草地食草，有啲甚至瞓緊覺。我喺路邊買咗一包鹿仙貝，200日元一包10塊。當我拎出嚟嗰一刻，附近幾隻鹿即刻望過嚟，有一隻慢慢行埋我面前，一步一步，好有禮貌。然後佢做咗一個好經典動作，佢竟然向我鞠躬，真係鞠躬。我當堂呆咗1秒，然後都忍唔住回咗個禮。點知佢又再鞠多一次，周圍啲遊客全部笑晒，氣氛好搞笑。我將仙貝俾佢，佢好開心咁食，但最奇怪係佢食完冇走，反而轉身行入樹林，行幾步又回頭望我，好似話跟我嚟。我猶豫咗一下，決定跟住佢。越行越入，遊客越嚟越少，人聲慢慢消失，只剩低風吹樹葉聲。地下係碎石同落葉，兩邊係超高杉樹，好似守護住條路。陽光穿過樹葉，變成一條條金色光線。呢一刻嘅奈良好似完全變咗另一個世界，好靜、好神秘、好唔真實。而隻鹿一直喺前面帶路，不時回頭望我有冇跟上，直到我哋去到一個空地，前面突然出現一座巨大木建築。我停低腳步，因為眼前嗰座門真係太震撼。東大寺南大門，巨型木柱撐起整座建築，木頭上有好多歲月痕跡，每一條裂紋都好似歷史。而更震撼嘅係，門兩邊企住2尊巨大神像，金剛力士像，高達8.4米，肌肉超誇張，表情好，眼神好犀利，好似下一秒會喐。佢哋係自願守護神，負責驅邪。當我企喺佢哋面前嗰刻，成個環境突然變靜，風停咗，人聲冇咗，連腳步聲都消失，好似世界停咗。突然之間，我有種錯覺，左邊金剛力士好似喐咗一下，木頭發出低沉聲音，佢慢慢低頭望住我。你點解嚟呢度？右邊守護神都開口，你係嚟觀光定係追求答案？我深呼吸，答：我係旅行者，我想了解呢度歷史。2尊守護神對望一眼，然後慢慢點頭。大門後面出現藍光，門慢慢打開，好似允許我繼續行入去。穿過南大門之後，畫面完全打開，東大寺大佛殿出現，世界最大木造建築之一，氣勢超震撼。企喺前面會覺得自己好渺小，但更誇張係歷史。呢座建築曾經2次被火燒毀，但仍然重建，以前版本仲更加大。
震撼，一入大殿，全部人都靜晒，因為主角出現。奈良大佛，盧舍那佛，高15米青銅佛像坐喺正中間，超巨型，完全壓場，但唔係恐怖，而係莊嚴。空氣好靜。大家自動放低聲量，好似唔想打擾呢份神聖。企喺前面，你會覺得時間慢咗。呢尊法代表宇宙法，象徵光明同智慧。1300多年歷史，無數人嚟過呢度，武士、僧人、普通人，而今日輪到我哋。大佛後面有一條木柱，底部有個洞，傳說同佛鼻孔一樣大。如果穿過，就會有好運同智慧。我決定時脫袋側身，慢慢入吸氣，結果卡住咗，全場笑爆。我再試多時，終於成功，全場拍手。雖然唔知有冇智慧，但一定有回憶。行出大佛殿，
回頭望一眼，鹿喺遠處行緊，陽光好柔喎。奈良好似一幅畫，安靜、古老、溫柔。大阪之後搭車去大阪，風景由森林變城市，由古代變現代。休息，去到難波，人群即刻變多，燈光、聲音、節奏全部返嚟。我喺難波 Oyo 外面坐低睇人流，休息10分鐘，感受大阪節奏。拉麵，最後一餐神助拉麵，熱辣辣湯底，炸雞香脆，完美收尾。結尾，今日有奈良去到大阪，有神鹿去到大佛，由森林去到城市，好充實一日。如果你鍾意呢類旅遊故事，記得幫我 like、subscribe、share 俾朋友，留言話我知你最想體驗奈良邊樣。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